扎通的工人大街帕萨公门的呢，然后这一罗达啦，也跟电视家看懂这个呢，诺诺因比诺诺呢，扎通个打破我妈因啦，容易拉手中因巴的。扎通的，我有用个自然没本的呢，我那边把从话来电机动，给这也看懂这个呢，诺诺因比诺诺能扎通个打破我妈因，容易拉手因。2016年取得了玉树牦牛、玉树黑心科、玉树蕨麻等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等级证书。2017年，玉树牦牛被认定为全省唯一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。玉树牦牛在2021年1月8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第381号公告。至此，玉树牦牛正式成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。牦牛价值创造社会价值，牦牛精神引领时代精神。你呀，主播那么，下面呢，我从门的照片人气的话，地区才里动，得了努力者，你懂年纪了，中国新币落来都现在，从业而且诺那的你决定叫工作签约，中美拉手级别利用项目的，那么从香港等不级别，从美搞死弄了。让心烫，那妈妈谈起自己让心大头嘛，就一胸话东西西藏呢，可动几百几的给的力，怕是这么大那这些当街上才会自己打把洞，来他给他和他问他说那不止作为电影设计，对你过度就掐的胸脯过浪过住过岗过口过岗，有着过早或许是就不累，学得起。这模样的黑白我们的胸，马等他们就把手，若在电影里面当着里。舆论这件事情不怎错，要谁能赢得就是为看谁里。铁的三八有的我们打的就完，我们马克扫他马克红旗头发习惯的，铁的三八有的我们打的就完，中马马克把草马克垃圾头发。过了破皮炸的有了穷皮过了看了 CP 马起过了痛皮我去哎过了痛皮我去。干不当跟我进到了当，那帮谁不当个卡，钱要来了当个阿妈，想谁就谁不谁，让谁没谁让谁，那帮谁不谁就卡，钱要来了谁就那嘛，想谁就哎。大阿姆，他那本不就当面难过，那点啥不那那点啥咋都灵哦，那那钱这里阿妈都比较有点中，让那咋个弄那里哦，中让那咋个弄那，有那人谁我弄那里，弄那你那不认不认你那弄那。那地上不难，不能那地上加工，不能那帮着都就打到地板口。